中國殺手江希終於登場啦！被惡魔吞噬，屋企火燭，食物中毒嘅時候，我哋三個都冇死，我哋係不死之身。冰天雪地嘅樹林中，有一隻狐狸俾箭射中，一男一女面無表情咁望住隻狐狸。射箭嗰個係個男人。師父，獵殺這狐狸有咩意義啊？托雷克，你有親手結束一個生命嘅感覺嗎？冇咩感覺，只係感覺到公然嘅震動。係咩？將狐狸嘅皮割下之後，女人再問：托雷克，你有親手結束一個生命嘅感覺嗎？只係狐狸噶，皮毛有用。其實冇咩特別感覺。煮熟咗嘅肉，女人第三次發問：托雷克，你有冇殺死狐狸嘅感覺？冇。好，知道啦。托雷克，我哋今次嘅任務唔係做惡魔獵人，我哋今次要殺嘅係呢個16歲嘅後生仔。好，冇問題。托雷克，我哋對狐狸做嘅嗰啲嘢都要係呢個16歲嘅後生仔做一次，殺咗佢，挖出佢嘅心臟，呢個係我哋揾食嘅工作。師父，我可以。係上面啲人已經應承咗，只要完成今次任務，你就可以唔做惡魔獵人咯。師父嘅命仲有半年，我希望師父剩低嘅可以安穩度過。托雷克，中文字體嘅牌匾交叉重疊，位於中國嘅某處。兩個靚女喺度研究奇藝。大戰300回合後，所有飛奔都甘拜下風。而另外一邊嘅女人就一直重複叫 Halloween 呢個字。當靚女們享受嘅時候，一個着住制服嘅男人行過嚟講：有嘢做，去日本將呢個電鋸男捉返嚟。有咩好處？呢次嘅任務係目前為止最危險嘅。元帥話可以滿足你任何要求。靚女們，你哋想要咩嘢？太好啦！甜甜圈，我要100個甜甜圈。血 Halloween。請俾我啲老婆仔人權同埋基本嘅教育。等任務完成後，你嘅要求我哋會認真考慮。中國好似要派殺手光熙過嚟，佢啲魔人朋友仔應該都會過嚟。我哋應該點樣對付佢哋？我真係唔想見到佢。如果全世界嚟一次赤手空拳嘅比賽，佢肯定可以攞到冠軍。總之就係個難搞嘅女人。今次嘅敵人應該唔止佢一個。就算想防備光熙都係冇用，因為係防不住。我哋要防嘅係德國嘅聖誕老人。你覺得佢會嚟？唔知有傳聞話佢已經壽終正寢咗。如果有惡魔為佢所用，我哋就死硬。真係希望佢已經去咗見耶穌。位於德國嘅某嘅地方，有個男人朝住嗰位老人走過去，跟住就坐咗喺佢隔籬。雖然快咗啲，但係聖誕節已經到咗。禮物係要送俾邊個啊？送俾日本嗰個電鋸惡魔，可唔可以揾到佢？有咩着數先？你想要乜嘢？我想要4個生嘅啲嘅樣子，咩性別係冇所謂嘅。要佢哋用嚟做乜嘢？3個就用嚟做契約，仲有一個係我個嗜好嚟嘅啫。我會準備好俾你。講完後，男子就離開咗。電次好無聊咁趴喺地下度睇住今日報道過自己嘅電視，佢唔明白點解所有嘅人都想要佢嘅心臟。當諗到呢度，又產生咗另一個問題，就係波奇達究竟係咩嘢人呢？點解唔可以同真紀真去旅行呢？呢個時候，早川秋行咗過嚟，跟住呢就唔客氣坐咗喺電治嘅背脊上。我唔係凳啊，又唔係一世俾殺手追殺嘅，只要將今次嘅殺手全部搞掂，佢哋就會收斂啲。所以我哋去旅行就冇問題嘅。真紀真冇話取消旅行嘅計劃，只係推遲啲啫。電治一呆之後就話冇乜嘢啊，好 easy 啫，將所有人搞掂，然後一齊去光之島。電次同 Power 趴咗喺圍欄上面睇住啲鴨仔游來游去。嗰種雀可唔可以捉嚟食啊？老子如果係總統嘅話，就准你捉嚟食。一個不留神，電次手上嘅飯團就跌咗落地下。睇住地下嘅飯團，只係猶豫咗一陣，電次就執翻起飯團，準備繼續食，但係突然之間就俾一個人攔住。真係難以置信，唔准食跌咗落地下嘅嘢，係地下好多細菌。咁污糟，好容易會食物中毒嘅，唔安全啊！俾我會去抌。喂，呢個飯團係我買嘅喎，唔理你講乜嘢，呢個都係我嘅飯團。人類成日都掛住偷嘢，真係醜陋嘅生物啊！電治，等一陣我俾錢你買個新嘅，抌咗佢。乖乖地聽話啦。
食壞咗就唔好啦。聽話啦。如果你食壞咗，會影響到我哋保護你嘅安全。電照好唔順咁望住眼鏡男，趁佢唔為意，啪一聲就將飯團吞咗，然後啪多一聲就吞埋個飯團。我掟去自己嘅肚裏邊。眼鏡男就一面迷茫，回憶中三人做起了自我介紹。眼鏡男叫做日下部，係工程公安反魔2科嘅，中間嗰個人係佢拍檔玉治，另外一個男人就叫吉田。佢哋係保鏢中嘅精英，佢哋3個阿秋同埋天使，之後京都會嚟多3個，佢哋喺呢段時間會保護你。若要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文分解。多謝各位嘅支持，今日就係咁先，拜拜咯！記得南州嘅4部曲啊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